从今天开始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至尊宝，至尊宝，至尊宝！哎呀，不要打了，打死人了！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。进去！你要不说出来，再过500年也别想出去。东西，借助月亮光环，可以穿梭时空。般若波罗蜜，梵文。你如果真的是个宝物，你就带我出去。这盘丝洞的洞口成千上万，咱们得找到哪一年啊？听说了吧？盘丝大仙的弟子白骨精被大王擒住了，说不定马上就找到这儿了。绝世魔王神功护体，我治好你，你带我去盘丝洞找转世的猴子，我就可以找到唐僧。要是我分吃唐僧肉，我绝少不了你那份。否则的话，我让你比现在痛苦100倍。杀了我呀！休想让我告诉你一个字！想死啊？没那么容易。我要好好的折磨你，看你的嘴能硬到什么时候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严加看管。大王，那盘丝洞我们继续找啊！好。别瞎看，没关系。大王说了，白骨精现在虚弱的很，没个10天半月根本动弹不得。啊，他晕过去了，要不要进去看看？不行，万一他跑了怎么办？那他死了，盘丝洞找不着，大王一样会剥了咱们的皮的。你去看，我在外面看着。看着。跟上他。怎么把我转到这个地方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
撞鬼了！你喜欢唐三藏，我扮成他很开心啊！你干嘛？我们接生了！我不是你啊！你过来！啊！我叫你过来呀！看着我！姐，我已经解开了催情大法，你走吧。你怎么还不走？难道你的催情大法？你真的以为我一直陪在你身边，是因为中了你的催情大法？好疼啊！哎呀，头出来了！真的吗？我怎么没感觉？真的假的？哎呀，那是我的膝盖啊！你啊，猪啊！我说有没有头发？来人了！躲一躲，躲一躲，躲一躲！上哪儿躲啊？疼死我了！那怎么办啊？观世音。孙悟空，你当年罪恶滔天，希望你今生能够大彻大悟，痛改前非。谁在说话500年前，你师父唐三藏为了救你一命，牺牲了他自己的性命。玉皇大帝特意安排你500年后重投人间，就是希望你像你师父一样，能够舍己为人，洗清前世全部的罪孽。只要你自愿戴上这个金刚圈，肯改过自新，你就能够变回法力无边的齐天大圣。到时，你将担负起取西经的重任，把历史重改。只是，人世间的一切再与你无关，不能有半点情欲，半点留恋，要全心皈依我佛。你还没有变成孙悟空托世，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那个给你3颗痣的人。当你遇见他，一切
就会改变。跟我说话吗？不是在跟我说话吧？认错人了吧？难道是唐三藏出事了？快找！是，走。是个男孩，长得很像你。你说他像我？那也是你的孩子，就没有一点像你？你躲那么远干嘛？就不想看他一眼吗？川川，其实现在什么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以后我们能在一块儿好好生活，把他带大，别让他长大了跟我似的，当个山贼啊！你就是个奶妈，谁要你管我的孩子？是我就是个奶妈。其实春春，别人都说你这人心狠，至尊宝呢，一直以为你找唐三藏是为了吃他的肉，其实我知道，你是为了让他不被其他的妖怪吃掉。哎，既然你那么喜欢唐三藏，那不如我们的孩子就叫三藏怎么样？好不好？谁啊？师姐，我们还真是冤家路窄啊。师妹，你的命还挺大的。你想怎么样啊？哼，这是你的孩子呀？是啊，我跟至尊宝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奶妈，你告诉他，这孩子是谁的？你说呀。是他和至尊宝生的。师妹啊，我们俩斗了500年，就是为了那个臭猴子，到头来你还是输给我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不要相信男人的山盟海誓、甜言蜜语，都是骗人的。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。走，你走不走？你干嘛？就算你不肯承认我是孩子他爹，你也没必要说你是和别人生的。孩子是我的，你想说是谁的就是谁的。如果你不想跟我走，你可以不去啊。
往哪儿跑？春春，你快走，我来挡住他。你说哪个错？凭什么挡？快，抱好孩子，闪一边去！快走啊！春春，不要打了，我们一起走啊！春春，把唐三藏交给我！唐三藏交给我！哎，你看清楚啊，大哥，这是我儿子，不是唐三藏啊！是不是唐三藏？先吃了再说。不是，你不是牛吗？你不好好吃草，干嘛要吃人啊？你说的很有道理啊，对不对？你管我！还不快走！滚呐！要走一起走啊！春三师娘，你也算是绝色美人，想不到居然跟了这个蠢货。他虽然蠢，但却比你这个疯鸟强10000倍。快带我儿子走啊！还不快走！想让我儿子一出生就没有爹吗？没有爹，老婆，哎，你哎，好了。总算跑出来，晶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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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晶晶，你不能死！晶晶，晶晶。老婆，时间终结了。你怎么还不走？快走啊！
斗牛，活我老婆！晶晶，我老婆在这里面，快过来帮忙啊！我没空。你去哪儿啊？老婆。 哎，老婆，你可算出来了！快走！月亮，你快出来！月亮。 快走！让跑！老婆，小心啊！春三师娘，交出唐三藏，念在我跟你师父盘丝大仙有交情的份上。 我可以饶你不死。你休想！我想把那牛心挖出来给我儿子下酒啊！老婆，快走啊！你快走啊！走啊！老婆，老婆！走啊！快走！快走！老婆，快走啊！你的儿子先走，走啊！要走一起走啊！你不走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不是说好一起过日子吗？你听我说，从今以后，好好带大我们的儿子，让他好好做人，好好读书。 只剩一刀。走。什么来着？好的。般若波罗蜜。升仙了。 真的穿越了，这么厉害！走。
施主，立竿见影。这次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两位小哥啊，你听我说啊，加入社团呢，并不是不好，但是你也要看一下是什么样的社团。我啊，并不是说牛施主不是一个好大哥。小和尚，是我啊。哎呀，两位牛小哥，是不是中暑啊？都说了，怎么会中暑？小和尚是我。哎呀，我知道你是谁呀，先过来帮忙救牛啊！这么……你别说话，你听我说，你知道吗？跟牛魔王在一起的不是孙悟空，是六耳猕猴假扮的。所以呢，现在我是来救你的，你只需要乖乖跟我走就可以了，明白了吗？哎，好厉害呀！这是什么法术？哎，还有你说什么？悟空不是悟空，悟空怎么可能不是悟空呢？而且，闭嘴！好，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，其实不是我要来找你的，是孙悟空让我来的。悟空啊！但是啊，他迫于牛魔王的淫威，并不能来直接见你，所以呢，委托我把你带过去。真的假的？你不要骗我啊！我好幸福，这一切来得好突然呢，对吧？你们佛家不是讲究顿悟吗？孙悟空他顿悟了，在你孜孜不倦的教诲下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看来为师的苦心没有白费呀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？哎呀，既然贫僧可以感化悟空，不如我们去感化一下牛施主。贪多嚼不烂，牛魔王的事儿回头再说，现在先走。万事无绝对呀，仙子，两只小牛怎么办呢？中暑啊！快点！赋诗一首。快点！馒头啊，大馒头，好大的馒头啊！馒头，好大的馒头啊！这位施主啊，您知不知道我徒弟就要被我度化了？大师，你徒弟谁呀？孙悟空啊！孙悟空啊，是很厉害的，他是那你别废话。说你知不知道我徒弟已经被我度化了？哎，孙悟空啊，去取经啊！各位乡亲父老，如果你们家里的孩子很顽皮，一定要找我，我是唐僧，我不收钱的。大香蕉，大大哥，这只死苍蝇把咱们当猴耍，这口气能忍吗？你本来就是猴嘛，不耍你耍谁呀？可你不是啊！对呀，我是牛啊！他不尊重你，就是。小子们，全体追击唐僧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别念了，你烦死了！仙子啊，我是在为我们两个人祈福啊！祈什么福？要不是你，也不会变成这样的。怪我喽。只能去普陀山了。普陀山呢？走这里对吗？那不然走哪里啊？不知道啊。走就是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悟空啊！悟空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说他在什么地方等我们吗？你是不是骗我？你说句话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喂，悟空啊，救我啊！哎呀，你还开个什么？哎呀，悟空救我啊！
得猖狂。观音姐姐，观音菩萨。哎呀，我梦游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哎呀，观音大师，我只是梦游而已啊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了。走啊！观音又怎样？不要以为我怕你。臭猴子，这下看你怎么办！哎呀，你们不要打了，不要生气，生气放了陈姐，悟空不要打，你又打不过。悟空啊，师傅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要乱扔东西。紫青宝剑，你又调皮！哎，你我刚刚说完，你又乱扔东西，哎，拿不动了。哎，你这个棒子那么好看，来，你把它拿起。哎呀，好厉害啊！不愧是齐天大圣。你看我拿不起来，你又乱扔东西，你干嘛？啊！哎，你别着急，你打你，哎呀，你先把裤子藏起来。玉皇大帝说一声，贫僧愿意一命还一命。善哉，孙悟空，希望你有一天能够领悟到你师父这种舍身取义的精神。真的可以时光倒流啊！看你玩的好，你别走！微情大不要脱我裤子！春春，猪八。
至尊宝，醒醒！什么情况？静静，你听我说，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你不能死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死的。你在说什么呀？好了，既然你没事，我们赶快离开这儿。不行，如果你现在走的话，你就会毒发。等我回去找孙三师娘救你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跳崖了。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姐姐对你用的什么法术啊？我没疯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必须要相信我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先把他们俩绑起来，从你姐姐那把解药弄出来再说。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诉你，其实我不是孙悟空。这是照妖镜，你看就知道了。什么？你不是他？我要杀你！杀我！做人不开心，长生不老也没有用。我不希望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心里想着其他的人。